上床啦，仲經。歡迎大家嚟到李老師的中文課。今集咧，我哋一齊探索一下中文裏邊非常重要嘅小幫手了、着、過。佢哋雖然咧睇落去好似，但係用法咧係有啲唔同嘅。我相信你哋學識咗之後咧，喺中文表達方面會更加精準㗎。首先，我哋睇下呢個片段。雖然大家一睇就知道，影片裏邊嘅情景咧就係落緊雨，書面語咧即係下着雨。咁喺呢度嘅着咧就表示咗動作係進行中、持續嘅意思。接着我哋睇下呢個畫面，睇到呢個濕漉漉嘅地面，我相信你哋都知道係落咗雨噶啦。咁究竟係下過雨還是係下了雨呢？咁我哋一齊分析一下。我相信你哋都知道過同埋了咧都有表達動作完成嘅意思，但係佢哋之間有啲細微嘅地方咧係有差別嘅。過咧更強調咧過去嘅經驗，曾經發生過嘅事實。當你睇到濕漉漉嘅地面嘅時候咧，你講下過雨係表示你知道曾經落過雨，重點係曾經。而了除咗表示動作完成，更常用嚟表示情況發生咗變化。例如原本係晴天，後尾落雨，咁我哋可以講下雨了，呢個表示由天晴變成下雨嘅情況。咁翻返去頭先講濕漉漉嘅地面，如果我哋想強調雨啱啱停止，情況改變嘅時候呢，我哋可以講下了雨。咁單看呢個下了雨呢3個字就會覺得有啲怪怪地。咩情況之下呢，我哋會用到下了雨呢？例如因為剛才下了雨，所以今天的戶外活動取消了。好啦，咁呢個情況之下呢，咁我哋用下了雨呢就可以解釋得到其實活動取消係咩原因啊？咁其實就係我哋見到嗰個情況係改變咗啦，落咗雨啦，個地下濕啦，咁所以呢，我哋就唔可以有其他嘅戶外活動啦。好，而家我哋咧快速測試一下你哋咧係咪已經掌握咗了、着過嘅用法。第一條，我昨天買2把雨傘，冇錯啦，答案係我昨天買了2把雨傘。第二題，你吃北京填鴨嗎？係啦，你吃過北京填鴨嗎？第三題，看你認真學鋼琴的樣子，媽媽笑了。答案係看着你認真學鋼琴的樣子，媽媽笑了。如果你想挑戰更多了、着過嘅練習嘅話呢，可以喺呢度揾到。好啦，咁呢個大表呢，就話俾你聽了、着過究竟係擺邊個位置啦。咁你可以作為一個參考備用嘅。好啦，咁今集呢，我哋就講到呢度咯。咁記得多做練習啦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